在地人在地前要来介绍婚林古坑有一个文史工作者，用咖啡泥染布，效果袂歹哦。若佮加上其他的素材，安尼色水就有更较侪变化。伊希望把这项的工艺来商品化，研发出更较侪产品，用咖啡泥，互大家来认捌古坑。 讲到手工泥，头先想到的通常是牙泥，不过咖啡经过特殊的处理，同款会使伫布料留下美丽色水。这是古坑在地一位艺术工作者最近咧拍拼的方向——咖啡泥。大部分想到咖啡都是饮食方面的喝的，或者是把它入菜，但是很少人会把它做成工艺品。 那我们因为因缘之下接触到一些计划，然后想说就结合在地的特色，把它做成生活工艺品，所以就想到最好入门的方式就是咖啡染。一般拿泥来做色料时，爱加真侪其他素材，经过发酵才有法度进行。时间长，成本嘛真高。咖啡泥是用高温和布料接色，经过无同材料的组合，色水嘛会使有真侪变化。 用了铜跟铁两个颜色的美染，对，所以它会有比较不一样的颜色。这种运用咖啡的方式，让人发现古坑咖啡还有其他发展的可能。未来环境上嘛，唔忘将这项工艺产品化，用咖啡泥让大家熟悉古坑。